其实咱每一个拢一个不是问题，本性不是，但是你无恶梦，咱无恶梦，所以咱真系包括我啊。啊，无咱有不成的，无咱会食讲迄个会穿衫，迄就是不成的作用。你真系感觉会寒，你就去穿衫，枵你会去食饭，迄不成的作用的。你若无不成，你才知影人枵，知影人创啊袂。伊叫做不成，大家拢有。只是讲咱无经过学，无经过修，智慧袂开。智慧袂开，足侪因缘咱袂清楚，是为什么咱搞不清楚？所以学呢，爱学佛、学法呢，学道呢。哦，咱来到学堂咧创啊，咧学道呢，啊，咱都有成啊，因为咱无经过学道，咱的智慧袂开。啊，所以东山庄伊互咱看着，有两个啥拢毋知，啊，好歹毋知就咧。但是伊经过去西印度出经转来了，就无共啊。哦，伊经要去西印度出经，经过出侪妖魔鬼怪。啊，但是伊拢一项一项拢去来作怪，啊，然后搁倒转来时，伊境界就作怪啦。出经转来境界就作怪，一个人讲啥？咱每一个人一点不信，咱无经过学道，是拢有趣的哦，大家拢共款包。啊，咱今日就是爱经过学道，咱想要出经，咱大家进啊，咧学道就是咱想要出经来看。你咧学道就是咧出经咧，吼。啊，咧出境当然，伫迄个过程会拄着妖魔鬼怪，因为东山庄要去印度西方出境拄着足侪妖魔鬼怪嘛。啊，你今日学道敢无妖魔鬼怪？无啊，我无看啊。妖魔鬼怪伫咱人的心内。你咧学道的当中，你的心中是毋是生足侪的生气、的怨恨、的计较、的比较、的嫉妒、的迄个烦恼、的啥物，甚至迄种魔呢？拢伫咱人的心中呢。你看咱今仔日咧学道，你咧面顶遐济魔，啊，你会去甲伊做怪，你去甲克服，去甲做怪，去甲消除，到尾你境界就悬啦。所以出经吼，咱大家进，大家拢要出经，拢要去西方出经。啊，进就是吼，咱拢爱面对足侪妖魔鬼怪。你看你一工内底心魔走偌济出，你早啊8点，早啊看几点，开始落来了，经过偌济代志。若去上班咧，讲有去公司通人相骂无？啊，若是厝内我太太冤家无？哦，啊兄弟有咧安那无？啊有对啥？要不管在迄个地了切两心无？即个底拢无，其实无无伫外口。外口的无袂，你袂惊，是你咱心中无，咱确实爱惊。若袂拢讲惊死人，死人免惊死外人较恐怖。外人会害人，外人会害人，死人袂害人。你捌看过迄死人哦，已经倒伫遐佫爬来了。啦，我慢慢看，咱大家捌。看捌迄个人，伊若佫向龙爬来，迄就是还袂死的。你就对啦，若死人就爬开啦。迄外国真有即个代志，外国人吼，看，我看新闻，明明死人倒伫棺材，已经空开啊，开内底佫咧哭，哦，大家惊到啊，身躯佫咧哭。应该还袂死啊！啊，因为有可能咱无迄个相信啊，实在人有可能因咧家己无经过医生判断咧，判断说，我咱拢袂顶袂当，咱若毋只袂顶袂当，就代表是。像我安尼死啊，我啊更扛起来，迄两对一个月我袂清啊，较早前20啊旧年诶，我有迄个新闻咧，啊，咱会听棺材都咧讲，你看着棺材咧讲你袂惊啊，一定是会死啦。死人记得哭啊！死人袂害人啊，其实是外界来的。啊，真正魔其实不伫外口，是咱讲伊的心中。咱大家想看，我讲这吼，你逐个都啊想看。你恐怖是人咧恐怖，其实毋是啥物代志咧恐怖。你人若好，一切拢好呢；你心若好，天地一切拢好呢。真正是安尼，无骗人。哦，心若好是一切拢好呢，心若歹一切拢歹。哦，所以东山庄代表着咱。本性啊，但是咱来去学，所以心经有一句话，第一句，心经这段吼足短，咱后机会甲背起来啦吼。这无歹过啦，无几年啦。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般若蜜多时，照见无论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第一句就安尼讲，
啥物叫做观自在菩萨？咱大家拢菩萨呢，观自在嘛，有人讲观世菩萨，咱大家拢是观世菩萨呢。我嘛有可能你讲迄种讲假，观世菩萨就是观世菩萨，我就是我。人袂咧讲查某啦，咱遮诶迄个，有影去呼吸啊，遮无迄句啦，有迄活动吼，迄个就说他迄有写一个，指定因中观自在，别人大上见自在。迄较早诶人留落来死，伊咧讲这幸福嘛，为什么甲讲指定因中诶观自在？咱逐个拢是一个观自在，就是伫遮咱因为这毋是咧讲查某，我有点啦吼。遐一尊观世菩萨咯，别人大上见如来，遐一尊如来不咯，毋通带伊啊。咱若有机会咧听三宝诶时阵，咱若讲到这，你搁来听。遐观世菩萨带伫遐，佛祖带伫遐，伊咧讲啥？咱逐个拢同观世菩萨甲如来好势听无朋友，拢共款诶去想，就是安尼平等。叫做观自在菩萨，但是行深发这波罗蜜多。啥物叫做行深？行深就是讲你爱去修行，爱去学，爱去历练，你即个过程行过了，发这叫做智慧，你就智慧嘛。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就是倒比干，印度话啦其实伊即句话发这波罗蜜多是印度话，若翻做中文就是你行深，你修了深了，你学了有够了，你智慧有提升，你就会当倒比干，倒比干就解脱啦。解脱就照地我该讲道一切苦业啦，你就会当知影世界一切拢是苦，你的苦就无啦。即句话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咱若要了苦，你看无行深来使。你要了苦，你发这智慧无起来使。你无法度人波罗蜜多呢，你无法度人真正倒比干呢，无法度人解脱呢。要解脱真难行动呢。讲啥讲去厝边就是要求解脱，所以讲你看，伊行深发这到尾来波罗蜜多呢，解倒比干呢，咱大家拢解脱。所以讲这个动作做离谱啦，咱大家解差不多到遮啦。代表啥物意思？代表咱每一个人是了本事，但是咱爱去厝边，你爱去学个。安尼啦第二，师傅好，你只狗。